Hi，我係堅叔，歡迎返到癌友茶記，入嚟坐低斟杯茶先。今日堅叔同你慢慢傾。今日講一個好多香港癌友屋企都會出現嘅題目：癌症病患屋企人成日買雞精、滴雞精、花膠湯俾你，到底有冇用？講到補身，香港人好實際，一有人做化療、電療、手術，屋企好快就會出現幾樣嘢：雞精、滴雞精、花膠湯、燉湯、燕窩、靈芝、雲芝、黑棗糖膠。其實呢啲嘢唔係完全冇意思。重點係要分清楚邊啲係營養支援，邊啲係心理安慰，邊啲係值得認真揀嘅補充品。正式開始影片之前，有個廣告時間。睇緊堅叔嘅你哋都係想了解癌症周邊資訊，正經歷緊治療中嘅你哋，有冇睇緊一啲方法係全天然又可以抑制到癌指數，同時仲可以減輕到治療中辛苦嘅副作用？堅叔有一款保健品推薦俾大家，已經有多個癌友試過，做完化療或者免疫治療之後，不斷肚瀉嘔。冇晒胃口，搞到冇精神。川渝醫學級褐藻靈，用上日本天然3重褐藻糖膠，加上高劑量桑黃，配合治療，服用3個月就可以見到效果，抑制異細胞達97%，仲可以改善唔舒服嘅副作用。去川渝官網 HKTV More 平台有售，認住褐藻靈呢個名，陪你走過抗癌路。先講雞精同滴雞精。雞精同滴雞精最大優點係方便，一包打開就飲得，味道濃，分量細。對一啲治療期間胃口差、食唔落太多肉或者覺得太重口味嘅癌友，係一個容易入口嘅選擇。Cancer Research UK 講到，癌症或者治療令體重下降時，可以透過日常食物同飲品增加熱量同蛋白質。American Cancer Society 亦提到，治療期間身體需要足夠蛋白質、碳水、脂肪、水分、維他命同礦物質，所以雞精同滴雞精嘅角色可以理解為幫你補一啲營養同口感上比較容易接受嘅流質選擇。但佢唔係完整一餐，你飲咗一包滴雞精，唔等於食咗一碗飯、一份肉、一碟菜。佢可以加分，但唔應該取代正餐。如果癌友飲完舒服，胃口冇變差，可以當每日飲食入面一個輔助。但如果飲完覺得口乾、胃脹、反胃，或者本身有腎病、痛風、高血壓，需要控制鈉質或者蛋白質，就要按自己身體情況調整。第二，講花膠湯。花膠湯喺香港人心目中係補身代表。花膠本身主要係膠原蛋白類食材，口感滑，配瘦肉、雞、魚去煲，成碗湯會比較有質感。對一啲吞嚥冇問題又中意湯水嘅癌友係可以飲得舒服嘅。花膠湯真正有價值嘅地方，未必係花膠本身有幾神奇，而係成碗湯入面如果有瘦肉、雞肉、魚肉，就可以提供蛋白質同熱量。治療期間，癌友最常見嘅問題係食得少、胃口差、體重跌、肌肉流失、容易攰。呢個時候湯水如果煲得清、少油、唔太濃藥材味，反而可以幫人食多幾啖、飲多半碗。不過花膠湯都要煲得啱，唔建議煲到好肥、好多油、好多藥材，味道太濃。治療期間個胃同味覺可能好敏感，太重口味反而會令人更反胃。最實際嘅飲法係飲湯，但湯渣都盡量食少少，因為真正蛋白質好多時喺肉、魚、蛋、豆腐嗰啲食材入面。唔係淨係喺碗湯水入面。講到呢度可以整理一句：雞精、滴雞精、花膠湯有用嘅，但角色係輔助營養同提升入口意欲，唔係癌症治療。咁如果想再揀一款比較天然又有資料背景又適合癌友作日常支援嘅補充品，堅叔會建議大家認識黑棗糖膠加桑黃類複合配方。褐藻糖膠英文叫 Fucoidan， 主要來自褐藻類。褐藻即係海藻其中一類，例如沖繩、北海道、韓國、日本一帶都有唔同褐藻來源。Fucoidan 屬於一種多糖成分，近年好多癌友會留意，主要係因為佢經常同免疫支援、炎症反應、治療期間身體狀態拉埋一齊討論。MSKCC 即係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對 Fucoidan 有資料介紹，提到佢常被用於免疫系統、炎症等方向。呢類資料唔代表佢係癌症藥，但代表佢係一個值得認真理解嘅天然成分，而唔係純粹民間偏方。至於桑黃就係一種藥用菇類，喺亞洲保健品市場常見，通常會同多糖、免疫支援、日常調理呢啲方向一齊出現。如果將黑棗、糖膠同桑黃放埋一齊，整體概念就會比較清楚。一邊係海藻多糖，一邊係菇類多糖，主打方向係癌友治療期間嘅體質支援、免疫支援同日常營養補充。呢度堅叔會用好直接嘅講法。如果你本身已經食得好差，最優先一定係正餐，蛋白質、熱量。但如果你已經有基本飲食，又想加款天然補充品，
我會覺得褐棗糖膠加桑黃呢類配方，比起亂買10幾款補品更有方向。因為佢唔係今日補肝、聽日補腎、後日補血，樣樣都話包。佢嘅定位比較集中，治療期間支援身體狀態，幫癌友喺飲食以外多一個穩定嘅日常補充選擇。點揀呢類產品？堅叔建議睇3樣嘢。第一，睇來源。褐棗糖膠要睇係咩？褐棗來源係唔係有清楚標示？唔好淨係寫海藻精華4個字就算。第二，睇配方集中度。癌友唔適合一樽入面幾十種成分，花多眼亂。配方越清楚，越容易知道自己食緊咩。第三，睇食法方唔方便。癌友治療期間已經好多藥、好多覆診、好多身體反應，補充品如果太麻煩，最後都係放喺櫃桶封塵。膠囊、粉劑、飲品，揀自己持續到嘅形式最實際。堅叔會建議癌症病人補身可以分3層。第一層，正餐飯、粥、麵、蛋、魚、肉、豆腐、蔬菜，呢啲係基本盤，冇基本盤，補品幫唔到太多。第二層，方便營養，例如滴雞精、雞精、營養飲品、花膠湯，呢啲係幫你喺食唔多嘅日子補返少少體力同入口意欲。第三層，功能型補充，例如褐棗、糖膠加桑黃類複合配方，呢類就係針對癌友治療期間想做天然支援、免疫支援、日常狀態管理嘅選擇。咁樣分，成件事就清楚好多。唔會今日聽人講雞精就買雞精，聽日聽人講花膠就煲花膠，後日聽人講靈芝又買靈芝，最後成張台都係補品，但自己都唔知食緊咩。堅叔最推薦嘅做法係正餐打底，湯水輔助，再揀一款方向清楚嘅天然補充品。如果要我揀一個方向，我會揀褐棗糖膠加桑黃，因為對癌友嚟講，最重要唔係補到好燥，補到好濃，而係每日穩定、溫和、持續地支援身體。治療已經好辛苦，補充品唔應該再增加身體負擔。最後幫大家總結，雞精的雞精方便易入口，適合胃口差時作為輔助，但唔係一餐飯。花膠湯可以飲，重點要煲得清少油，配合蛋白質食材，湯渣都盡量食少少。褐棗糖膠加桑黃屬於比較有方向嘅天然補充選擇，適合想喺日常飲食以外做免疫支援同治療期間狀態支援嘅癌友認識。癌症補身唔係鬥貴，唔係鬥濃，唔係鬥飲幾多碗湯，真正有用嘅係食得落、補得到、持續到，仲要方向清楚。想補身，先顧好正餐；想加補充品，就揀一款天然、成分清楚、方向集中嘅。想堅叔下一集再講雲芝、靈芝、桑黃、褐棗糖膠有咩分別？記得留言話我知。想繼續用香港人方式聽癌症飲食同治療資訊，記得訂閱癌友茶記。我係堅叔，下次見。